大家好，今次嚟成都，我要走訪古今交錯嘅景點，去都江堰感受水聲背後嘅千年智慧，去三星堆探索古文明嘅神秘面紗，去熊貓基地近距離睇下國寶嘅可愛日常，仲有東郊記憶，睇舊工廠如何變成文青聚集地，去寬窄巷子體驗最地道嘅市井風情。作為一個唔食辣嘅人，成都究竟有咩美食啱我？想知道嘅就唔好走開啦。由香港去成都可以坐高鐵，全程要8個幾鐘，坐飛機就快好多，2個幾鐘就到。咁我梗係揀飛機啦。你可以揀香港直飛成都天府機場，或者去深圳寶安飛雙流機場。雙流近市區好多，雖然深圳飛會平一半，不過香港去深圳又係要花時間，所以都係香港直飛算數。航機下晝5點10分出發，到天府機場都夜晚8點幾。天府國際機場係成都新起嘅機場，2021年先正式啟用，真係好新好大。一入到嚟已經見到好多好有中國特色嘅裝飾，而且周圍都見到熊貓嘅身影，一睇就知你去咗成都。唔想夜晚先趕入市區，就決定喺機場附近嘅臨空自選假日酒店住一晚先，一晚320蚊左右，包早餐之餘仲有機場接送，真心幾方便。接送車就喺出境層12號出口上車。老實講，以機場酒店嚟計，性價比算係咁啦。酒店大堂去 check in， 到埗第一餐，我哋就喺酒店樓下間小店隨便食個晚餐先。估唔到呢間鋪頭都有唔少四川名物，好似辣子雞、抄手、麻婆豆腐呢啲都有齊，而且價錢真係好平，基本上10幾20蚊就可以食到一餐。我就試咗一樣叫豆湯飯，係成都一種好地道、好貼地嘅傳統家常菜。顧名思義就係用豆煮成嘅湯，再撈白飯一齊食，湯又香，湯色淡淡黃黃，入口好清甜。同四川其他麻辣到飛起嘅菜完全唔同。依家其實呢已經成10點幾噶啦，都有啲便利店，有啲食肆，你會見到有啲攤販，呢度都有啲特色嘅食物嘅，譬如呢度有呢個咩燒烤羊肉啦，湯咩蹄花湯啦，呢度好出名嘅，都有啲燒烤啊嗰啲嘢。咁我依家影呢就應該影唔到啦。呢間酒店一入嚟介紹咗個洗手間先，佢呢。呢度就係 toilet bowl， 再轉入嚟就有一個淋浴。嗰個淋浴空間呢，相當之大嘅。我今次住嘅係大床房，一入門就係浴室同洗手間，出嚟外面就係洗面洗手嘅位置，仲有塊大鏡，所有標配都齊。張床旁邊擺咗張貴妃椅，可以坐喺度休息下或者擺行李。對住床嗰邊就係大電視同工作台，基本配套都有齊。至於掛衫嘅空間就真係唔算大，不過如果只係住一晚，其實都冇乜影響。早餐方面環境都幾 OK， 唔會太逼。飲品選擇唔少，有咖啡、茶、水，仲有豆漿、牛奶同果汁。食物方面種類都幾齊全，粥粉、麵飯、粗糧同包點，樣樣都有。另外仲有水果、沙律同西式蛋糕。基本上一定可以食得飽。作為機場酒店，早餐算係交到貨。食完早餐就 call 車入成都市區。第一站我哋去都江堰。我哋今次揀咗包車，貪佢方便，唔使轉車。但係其實都有其他方法嘅，你可以喺成都西浦站搭城際列車，30分鐘就到離堆公園站，票價只係10蚊人仔，出站行5分鐘已經到仰天窩廣場，超方便。我哋嚟到呢個都江堰，呢個係仰天窩廣場，見面到有一班有男有女喺度跳廣場舞。咁呢度呢，有一個打卡嘅都江堰嘅相框。嚟呢度嘅重點係咩？我哋要睇一隻自拍嘅熊貓啊！呢隻世界上最大嘅自拍熊貓，佢有幾大？長26米，重130噸，瞓喺度拎住部手機自拍，個姿勢勁超。如果想喺呢度住呢，呢度都有酒店嘅，有 Holiday Inn 啦，亦都有都江堰中心國際酒店。
呢度免費入場，影相大概半個鐘就夠，之後就可以入去都江堰景區。仰天窩廣場最近嘅係南橋入口，不過因為我哋包咗車，加上唔想行得太辛苦，所以叫司機車我哋上6號入口入景區。呢條路線全程落斜，唔使爬山，仲可以睇晒全景添。我哋上到嚟呢個都江堰6號6號門巡演樓開始，呢度係最高點，一眼望晒成個都江堰。講返少少歷史先，都江堰呢個水利工程有2000幾年歷史。話說戰國時代，李冰父子為咗解決岷江成日水浸嘅問題，就整咗一個無壩引水嘅系統，靠魚嘴、飛沙堰、寶瓶口分流排沙，令到岷江聽聽話話，一路灌溉成個成都平原，變成而家嘅天府之國。呢度仲俾聯合國列做世界文化遺產。我哋頭先呢就喺呢一度行落嚟嘅。呢個就係李冰啦，李冰就係喺都江堰嗰個工程師咯。落咗幾層樓梯就到義亡廟，係紀念李冰父子嘅地方。呢個就係安蘭橋嘅橋口啦。咁你見到相當多人喺度排隊。過條橋時要小心啲，因為會搖搖下，記得扶實兩邊繩，慢慢行，唔好急。過咗條索橋就到魚嘴，都江堰嘅核心。2000年前嘅智慧，岷江就係喺呢度被一分為二。之後可以去飛沙堰，如果長者行得攰，強烈建議坐觀光車，大約10蚊人仔，代替行20分鐘路，好舒服。呢度呢都有啲，即係你唔想行，你即係唔准坐車，坐車要俾10蚊，你就可以自己行咯。咁沿途都有呢啲商鋪。最後睇寶瓶口，然後由離堆公園南門出去，一出門就係南橋同灌縣古城，可以繼續食嘢打卡。我哋由南橋嗰度呢步行大概10至10分鐘到啦，就係嚟到呢一度叫做灌縣古城啊。咁就有好多小攤檔啦，咁就四方八面嘅。灌縣古城係一個4A 級景區，重點係免費入場。成個古城有超過1500年歷史，啲建築全部都係川西明清風格。嚟到主要可以行西街，以前係茶馬古道嘅第一街，依家兩邊超多特色小店、cafe。到夜晚重頭戲嚟啦，就係去睇藍眼淚。去之前記住呢幾個重點：亮燈時間，春夏季大概7點半至8點開燈，冬天就會早啲，大約7點左右。不過真係要等到完全入夜，嗰隻藍色先至最靚最穩定。社交媒體啲人話最佳觀賞位置係南橋下游大概400米嘅天府元廊橋，上去2樓或者行兩邊啲小樓梯，用低角度影水面倒影。不過我就冇去嗰個地方，只係隨意拍，肉眼睇其實水色偏綠，相信要執拍張相先會藍啲。接近水邊影相，一定要睇實手機同腳步，千祈唔好為靚相跌落水啊！另外節假日真係超多人，呢度呢，人山人海嘅原因就係要去睇藍眼淚啦。第2站三星堆，一個比外星人仲神秘嘅地方。你一入到三星堆博物館，就會即刻有一種感覺，呢度啲文物好似全部都想同你講一句說話：我唔係地球人。唔係講笑，佢哋嘅造型誇張到連考古學家研究咗幾十年，到而家都仲係滿頭問號。入到嚟有3大鎮館之寶，你真係一定要睇。第一件青銅大立人像，佢高2.62米，係全世界最高嘅青銅人像，冇之一。第一眼見到佢，你會即刻問：呢位大哥隻手到底揸住啲乜嘢？到今日為止都冇一個定論。有人估佢揸權杖，有人話揸象牙，亦有人話原本揸住某啲宗教法器。有學者認為佢可能係古蜀國嘅國王，同時亦係大祭司。你覺得呢？不過可以肯定一樣嘢，呢個100%係領袖級人物。第二件青銅神樹，高度3.96米。全世界最早最高嘅青銅樹，棵樹上面有9隻鳥。有人話呢棵就係《山海經》入面記載嘅扶桑樹，一棵用嚟連接天地人神嘅通道。
你企喺佢面前，真係會有一種感覺，人類其實好渺小。第三件，青銅眾目面具，你第一眼見到佢，一定會問點解佢對眼可以突出成咁，隻眼向前突咗10幾厘米，耳仔又大到好似順風耳。坊間有幾個講法，有人話佢係蠶蟲，古蜀國第一位國王嘅形象；有人直接話外星人，亦都有人話佢就係千里眼、順風耳嘅原型。真相係邊個？冇人知，而正正就係呢種冇答案，先至令三星堆咁吸引。講完咁多神神秘秘、外星味濃嘅文物，而家同你講一樣全館最可愛、最貼地嘅存在。呢隻小豬係咪同 Angry Bird 個 game 入面隻豬一模一樣？我有理由相信 Angry Bird 個 developer 係有去過三星堆嘅。三星堆博物館真係好大，我去嘅時候撞正春假，人超多。建議大家盡量揀平日去，預留最少2到3個鐘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租埋導覽，會明好多。三星堆到底係失落文明、宗教奇蹟，定真係有啲唔屬於地球嘅嘢呢？你會信邊個講法？參觀完三星堆，我哋去廣漢市區食飯，幫襯咗正一鹹金絲麵。呢間嘢係廣漢嘅非遺美食，仲上過央視走遍中國同台灣亞洲電視台劇。呢度呢，就有套餐，有單人嘅套餐啦，亦都有雙人嘅套餐嘅。咁我哋依家睇緊呢個呢，就係正一金絲麵啊，正一鹹金絲麵啊。咁上面呢一個呢，係128，側邊呢就有2碗，呢個係清嘅紅燒牛肉麵。咁呢一個呢，呢個兔肉甜水麵，同埋最後呢個玻璃抄手。金絲麵真係好食，其他食物水準都好高，叫咁多嘢都係人仔，94蚊咋，推介。嚟到成都，點可以唔去探下國寶呀？第3站要去嘅地方係全球睇熊貓最勁嘅地方——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。目標只有一個，見到頂樓女明星花花。基地有2個大門，南門同西門。如果你想睇花花，記住一定要由南門入，因為花花嘅6號別墅就係靠近南門。要睇最活躍嘅花花就係要早，基地7點半開門。如果你7點前到門口排隊，一開閘，成班人好似奧運100米決賽咁狂奔。不過我哋去到都8點，所以見唔到呢個開跑盛況。由南門行去6號別墅，大約10到15分鐘，然後就係漫漫嘅排隊之路。未見花花之前，先見到活躍嘅荷葉。正面啊，正面啊！它不是花花。之後就見花花喺度食粥，可惜係大後輩，影唔到正面。排隊1個鐘，看花3分鐘。花花係好得意，為咗希望見佢正面，我哋下晝2點再嚟排過。今次見到側面，算好俾面，唔係瞓緊覺。花花係一隻好圓嘅熊貓，好多人影到佢坐喺度嘅背影，似足一個3角飯團。花花能夠成為局長，因為佢好努力營業。有人問使唔使排咁耐啊？我話你知，值嘅。親眼見到花花嗰下係好開心嘅。睇完花花，任務完成咗一半，但基地仲有好多其他嘅熊貓睇。佢呢隻呢，努力咁樣食緊啦，見唔見到？熊貓塔又叫筍子塔，係基地嘅地標，外形成支竹筍咁嘅樣，高成70米，可以上塔頂俯瞰成個基地，景色好開揚，打卡一流。呢個係免費嘅美術展嚟嘅，咁入邊呢，展示嘅係唔同嘅熊貓畫作。呢一幅畫呢，其實係畫中畫喎，入邊有好多熊貓嘅拼疊而成嘅，唔知你哋睇唔睇得到啦？喺基地唔止睇熊貓，仲可以食熊貓造型嘅嘢食。基地最出名嘅就係熊貓造型雪糕，有朱古力、抹茶、桃、芒果，好多種口味。每支雪糕嘅熊貓表情都唔同㗎，價錢大約25人仔一支，貴少少唔緊要啦。另外，熊貓咖啡我哋叫咗一杯普通拿鐵、燕麥拿鐵同生椰拿鐵。原來唔係隻咖啡都有熊貓公仔，生椰係冇嘅。
幾個溫馨提示：門票一定要提前預約，喺官方微信公眾號買，55蚊人仔，唔好諗住 walk in 會摸門釘㗎。星期一花花休息，花花嘅場館星期一閉館，唔好白行一趟。公園好大，好乾淨，不過蚊蟲比較多，大家要做好防蚊準備啊。基地好大，如果帶老人家或者小朋友，建議買觀光車票30蚊人仔，可以無限次上落，慳返唔少腳骨力。唔想行樓梯嘅就唔好由西門出入，因為有好多層樓梯要行㗎。今集一口氣同大家走訪咗成都3大必去景點，真係好精彩。下一集我會帶大家返入市區，介紹幾個遊客必逛嘅熱點，記得留意呀。下集見，拜拜！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多謝支持。